作者千 DJX。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三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23集，關於神學等級制的考試指導師，是神界的老師，是一賦予神界家庭聘請的私人導師，幫助考神學等級制的考試學生提供專業學術指導。你們考生需要和你們本身幫你報名考試的神界家庭商量，繳清副指導師的費用，另外升維度的費用及維度附身、神牌費用和神數費用和存在空間衣服的費用及考試保持不變空間費用需要全部繳清，先可以完成畢業或修業。無論是陪考生考試、陪考沒有報名和考試，繳費是不會獎品和大會送出的獎金，或者假版考生沒有和考試大會報名，考試光碟和假光碟或線上實體考試沒有繳付考試報名費。一律作廢。若想再參與考試，記得報名繳費。另外，分身是需要投胎轉世，在指定為轉世方可以參與考試，否則有報名考試和繳費也等於不合格接收。因分身的某些原因，在神學考試時會影種主身的身體健康，希望各位分身注意。